其实一开始其实巴尔半桌刚成团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有跟署命做了一个系列的演出，然后叫做先来一杯，对，然后后来署命就越来越红了。我想说啊，就是缘分到了，该是分道扬镳的时候了。想要大家要求都来看表演，但是才买票。好，那所以我就带来当时我们其实就是马场跟署命有一起合作的《欢乐英雄歌》。好，欢迎马场。好不好？开始介绍一下乐手，玉祥，然后署命吉他手小龙，然后加团王，对，然后他像，然后阿力，好大编制哦。还有我们的团长直接，我是发言人，对，器材组组长。应该用这支麦克风比较讲的时候比较生动一点。好，最后一首歌了。好，最后一首歌了，谢谢你们。